以前我们看过贪婪跟执着，在东南亚盛产椰子的一个地方，有一种捉猴子的陷阱呢，他们把椰子挖空，然后用绳子绑起来，挂在树上，或者是固定在地上，只留了一个小洞，洞里面放一些食物啊，洞口的大小恰好只能让猴子空着手伸进去，无法握着拳伸出来。于是猴子闻到香味就来了，将他的手伸进去抓这个食物，理所当然手便没有办法伸出来了。紧握着拳头的猴子呢，当猎人来的时候惊慌失措啊，但就是逃不掉，并没有任何人捉着猴子不放啊，而是他被自己的贪婪跟执着俘虏所产生的。因为他手放不开，他抓着那个东西一直不放。也许在座各位你们会说，真笨哦，怎么那么笨？只要他将手放开，不就能够伸出来了吗？是的，这么简单的动作，只因为我们内心当中贪婪的意念，导致很少有猴子能够放下食物伸出手来，很少。其实我们人类也聪明不到哪里呀。正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以后，感叹地说道：奇哉奇哉，大地众生皆具有如来的智慧德相，只因为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宇宙之中并没有哪一尊神或者是哪一个人能绑我们或者约束我们，而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妄想跟执着，使我们一直受到了束缚而无法解脱。今天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最简单的那一个动作，将我们内心打开，放下自我与执着，你便能够逍遥自在了。这就是佛教里头最常说的一句话：放下，放下，再放下，一切万缘皆放下呀。如果你能够看得开放得下，你便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。如果能够好好的精进念佛，靠着名号慈悲的救度阿弥陀佛这一种无人不救无人不渡的大愿力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希望，每一个人都有将来，每一个人都有依靠。所以我们一定不要错失了这一辈子就有一次的机会。如果你这一次没有抓住，你来世你很难再有机会投胎当人了。因为外面是一个花花世界，很容易污染迷惑我们人的心。所以我们一定无论如何知道我们出生在这世间的目的，我们的意义何在。我们要了生脱死，要跳开六道轮回，我们要赶紧的念佛，唯一的一条道路，千万不要错失了这一点。我们利用这个因缘来跟各位大家报告，我们必须要赶快觉悟警惕，日后我们才有好的将来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